今日呢，呢個5月3日係我哋5月嘅第一個禮拜六咧，都係我平時咧都係呢度敬禮聖母。而今日呢，係聖斐理伯同聖雅各伯宗徒嘅慶日。我哋知道呢，聖斐理伯係貝特賽大人，原來係約翰嘅門徒，被耶穌召叫。佢跟隨咗耶穌，又將呢個巴爾多祿茂，亦叫做納塔乃耳嘅引見耶穌。喺增餅嘅奇蹟之中，今日我會讀呢段經。耶穌問過佢：我哋喺邊度買餅俾呢啲人食呢？佢曾經推薦希臘人去拜見耶穌。喺晚餐廳之中呢，對耶穌講：主，請把父顯示給我們，我們就心滿意足。唔繼續讀落去啦。今日我哋讀嘅福音呢，係讀緊呢一節嘅《若望福音》裏頭所講。相傳佢於聖神降臨之後，去到小亞細亞傳揚福音，喺一個教難之中被釘十字架殉道。而雅各伯係阿耳斐嘅兒子，係第二個雅各伯，係基督嘅堂兄弟。喺基督被釘十字架嘅時候，佢嘅母親瑪利亞同瑪利亞瑪達肋納，耶穌嘅母親瑪利亞同其他嘅婦女都喺十字架下邊。佢曾經親見復活主嘅顯現，喺格林多人前書有記載。佢都係當時猶太人基督徒嘅領袖，亦都係耶路撒冷嘅首任嘅主教。佢同伯多祿同若望同被稱為教會嘅柱石，又曾經同伯多祿一起主持過宗徒會議，免除呢個割損禮，寫過呢個雅各伯書。就係呢個我哋而家咧有呢一個病人傅油咧，都係嚟自呢一本書嘅教導。佢嘅生活嚴謹，令到好多猶太人歸化信主。喺公元62年，相傳佢喺聖殿頂被推下，或者咧有人講佢係被石頭砸死，榮獲殉道嘅榮冠。今日我哋求呢兩位嘅宗徒特別喺我哋今日，我哋繼續為我哋已故嘅教宗方濟各祈禱希望佢早日喺父嘅懷中。我哋都為而家呢個要選嚟緊嘅教宗嘅呢個嘅會議祈禱。恭讀按聖若望所在耶穌基督嘅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對他的門徒說：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除非經過我，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。你們若認識我，也就必然認識我父。現在你們已認識他，並且已經看見他。斐理伯對他說：主，把父顯示給我們，我們就心滿意足了。耶穌回答說：斐理伯，這樣長久的時候，我和你們在一起，而你還不認識我嗎？誰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。你怎麼說把父顯示給我們呢？你不信我在父內，父在我內嗎？我對你們所說的話，不是憑我自己講的，而是住在我內的父作他自己的事業。你們要相信我，我在父內，父也在我內。若不然，你們至少該因那些事業而相信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凡信我的，我所做的事業，他也要做，並且還要作比這些更大的事業，因為我往父那裡去。你們因我的名無論求父什麼，我必要踐行，為叫父在子身上獲得光榮。你們若因我的名向我求什麼，我必要踐行。
基督嘅福音。一個好特別嘅啟示啊！冇電，我哋都要揾啲電工嘅人去睇啦嚇。唔識電嘅人，我好難令佢有電啊。而今日咧呢一段讀經啊，我諗大家都聽過無數咁多次，但係我哋係咪真係知道佢講咩？耶穌講嘅，我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哋冇人未聽過嘅嚇。究竟乜叫道路？乜叫真理？咩叫生命咧？咁啊？今日喺呢個對話裏頭咧，我哋知道係耶穌同門徒講話啊。然後耶穌話俾你聽：你認識我就認識父。如果我哋用普通嘅説話，認識好似知道一啲嘢；如果我用聖經嘅説話，呢個認識咧係一個結合，係一個夫妻嘅結合，一個好親密嘅結合，一個愛意嘅結合。所以究竟啲門徒係咪同耶穌同心同德呢？正話只係一個我知道你係邊個呢？我諗我哋個個層次都唔同啊！就好似大家嚟呢度聖堂，相信有一啲人呢，你同天主嘅關係呢好親密。咩叫同天主好親密嘅關係？就係我時時刻刻都諗到天主。我時時刻刻都知道我同天主一齊，耶穌就係咁啦。其實佢教育啲門徒就話俾你聽，後邊佢講嘅，你唔信我喺父內，父喺我之內咩？啊！我同你講嘅嘢唔係我講，係父，我喺父度聽到我講俾你聽嘅。我做嘅嘢唔係我自己去做，係我睇到父，我跟住去做啊！我做緊佢嘅嘢，所以佢喺我之內，我喺佢之內。我哋講過好多次，耶穌同我哋唔同，佢有呢一個榮福直觀啊 ，Beatific Vision 呢個神學嘅名稱，即係耶穌係人，既係天主，佢係有啲能力睇到神靈界喺度，所以佢時時睇到天父喺度，佢聽到天父講嘢。所以佢話：我睇到佢做乜，我做乜；佢講乜，我講乜。我哋得唔得咧？如果天主俾你嘅恩寵，你唔好話唔得。如果天主俾你嘅恩寵，你有呢個神視，咁你係會得嘅，唔係你自己求翻嚟嘅，天主俾你嘅。包少個神父得啊，佢能夠睇到邊個後邊有魔鬼定有天使啊？呢個天主俾一啲聖者一啲特別嘅恩寵。我哋唔得，咁我哋做咩啊？即係講都係多餘啦，係嘛？唔係噃，原來我哋祈禱，我哋真可以進入呢個境界去感受天主。我哋最近睇到喺呢個 YouTube， 我唔知幾真啦嚇，咁啊大家即管聽下啦嚇。一個瑞士兵啊，企喺教宗嗰個棺材面前啊，佢喺度守緊，佢就諗下。其實佢發覺自己冇乜信仰，咁佢有個心喺度求教宗啊，你幫下我啦！當我能夠感覺到咧天主嘅真正存在，冇幾耐佢突然間成個身好似由內心咧充滿一種熱、一種平安、一種真係好似俾人充滿咗嘅感覺。如果一個真係祈禱嘅人，你能夠靜落嚟，你進入內心，你應該有啲機會感受到呢一份天主同我同在，呢份平安啊！如果我哋夠靜咧，可能我哋都聽到天主講嘢。天主會係俾我哋嘅心好亂，我哋嘅心好雜，我哋冇信德，認為天主唔會出聲。天主出聲，天主成日都講嘢啊！如果你想知道咧，你靜落嚟之前讀下聖經。又靜落嚟，天主會突然間叮醒我哋，呢個係會嘅，呢個係祈禱嘅，應該我哋去到嘅境界。所以耶穌教啲門徒，唔係你見到我做乜你就做，係要有個心觸動啊！耶穌對我哋係個心嘅觸動，我哋有冇個心被觸動？係咪天主嘅愛觸動去愛人呢？定話我中意點我就點咧？
如果我哋中意點就點，你冇天主啊，你係一個普通人啫。就算你幾叻，你對人有好大嘅愛意，係咪你自己嘅喜好啊？定話真係天主嘅愛催逼你咧？值得我問我哋自己。如果我哋未去到呢個境界，即係話我哋都係揾嘢嚟順下安慰自己。我真係冇同天主接觸，所以今日呢一段經咧，我終於明白咧嚇，原來我哋信天主都話我哋信佢啫，其實信自己多啲。除非我哋真係靜落嚟聽到天主喺我心裏頭，你咁樣做。如果我哋真係能夠去呢個境界，表示我哋嘅祈禱係真。所以同埋呢度最啱尾一句説話：你們若因我的名向我求什麼，我必要踐行。唔係我哋嗌啊耶穌啊耶穌啊耶穌就得。名係表示佢嘅整體。我哋點能夠讓耶穌整體充滿我呢？第一，空虛自己。第二，真係有耐心去聆聽。呢個係耶穌教育我哋嘅。佢早晚都去祈禱。我哋聽到呢啲偉大嘅教宗佢4點半起身祈禱，個人去到7點半開完彌撒，你諗下，5點半、6點半、7點半，佢起身做3個鐘頭，個人祈禱2個幾啦，開彌撒就有人喺度。即係當我哋問我哋自己，我有冇幾分鐘停落嚟同天主一齊咧？如果冇，讓我哋快啲問下自己。我每一起身靜落嚟想到天主，我渴望天主咧。